中國宣稱擁有南中國海嘅主權，以9段線，即係9條斷斷續續嘅線，將東沙、西沙同南沙群島大部分地區劃為領海及領土，引起區內嘅菲律賓同越南不滿，認為中國侵犯咗佢哋喺南海嘅主權。有時事評論員認為，中國嘅劃界方式違反聯合國海洋公約對領海嘅規定。根據呢個聯合國嘅即係呢個海洋法公約啦，即係中國係其中一個締約國啦嚇。咁只能夠根據嚇，即係譬如歷史或者係現實控制嘅種種嘅因素啦嚇，咁啊確定咗嚇中國已經有主權嘅島或者礁嚇，然之後咧就係距離呢個島礁嘅即係鄰近嘅一個海域啦，譬如12海里以外內就係你嘅領海嚇，24至25嘅海里咧就係你嘅緩衝區嚇，咁唔超過200海里咧就係你個經濟專屬區，所以就唔存在話成個南海都係中國咧。但由於中國國力比起南海周邊國家都強，喺處理南海爭議嘅時候，仍然掌握住主導權。美國舊年宣布重返亞洲，有意從戰略上圍堵中國。許楨認為，除非東南亞國家有辦法將美國拉入南海爭端，又或者係中國對島礁嘅控制妨礙到美國艦隊進出南海，否則美國仍然會保持表面嘅中立，唔會過度介入南海事務。中國嘅實力嘅膨脹就係一個事實㗎啦，只不過美國係願意。呢個即係中國嘅實力嘅膨脹係去到邊一個程度咁解嘅啫嚇，咁佢會唔會將南海即係允許係成為中國嘅一個空間呢？定還是喺南海嘅問題上面就直接同中國嘅交鋒呢？咁都要留待進一步嘅觀察啦。佢預計南海唔會演變成為衝突熱點，中國未來仍舊願意喺唔涉及主權爭議嘅大前提下，同東盟國家個別談判解決糾紛。反而係東海局勢，許楨認為比南海更加有火藥味。佢話日本打算將釣魚台列島國有化，主要係受到中國實力提升嘅影響，引致日本國內保守勢力不安。日本政府需要採取行動回應右翼人士，包括正計劃救島嘅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內，搶先爭奪釣魚島。中方亦多次派漁政船駛近釣魚台水域，同日本海上保安廳嘅船隻對峙，兩國關係比以往緊張。海諸島唔同呢，釣魚台係長期係受日本所控制嘅，亦都係正式由美軍啦係交由即係日本去管治咁。咁美日亦都係有一個好明確嘅即係聯合嘅安保嘅條約啦。咁所以美日嘅關係即係比起美國同東南亞關係要緊密得多，而日本嘅海上嘅實力又比中國暫時嚟講都係仲強一啲。咁所以如果中國係繼續喺釣魚台上邊，即係無論係東海艦隊還是係漁政船，即係咁積極喺嗰度巡邏或者係游曳嘅話咧，咁其實引發衝突嘅可能性係並唔低嘅。但現時中國嘅海軍實力比唔上美國同日本，所以喺處理釣魚台爭議嘅時候會更為謹慎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道。